冲撞，时速100公里下陡坡。所以我们刚刚模拟的这些啊，对你们真的去比赛来说，还算是小 case。这个对我们来讲算平路，这算平路，可是矮东江我很怕哎。不用强松的好啊。河床上的测试不算什么，因为2011年要再度远征阿塔卡马沙漠，参加南美杯达卡越野拉力赛的陈和煌，要面对的是11000公里的荒漠严酷地形。你垂直的动能不够的话，你上不去。第二，你油门太大的话，它是一直往下挖，真的是会吓死人，会要人命的。太多时刻体验生死瞬间，曾在200米深的沙坑中受困，求援无门。即使在台湾被称为车神的陈和煌，也面临无法完赛的挫折。这个比赛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它是很残酷的。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miss 一个所谓的 PC checkpoint， 你就是没有了。拉力赛的残酷就在于长达16天的赛程，在荒漠中敢为和能为有极大落差，驾驶和车辆性能都面临极限挑战。阿卡达马沙漠，它每一个沙丘动不动就是700-800公尺。我告诉你，那700-800公尺是那个对人车的考验是很大的。更大的挑战是找赞助资源。陈和煌和伙伴没放弃过，持续挺进有4000多万观众的巨大舞台，为台湾争光。车神陈和煌说，他的战局一出到国外，其实真的跟大家最大的不同是，他不是只有代表他个人，不是只有代表台湾，走出去的还有台湾的精神。我们在上面看到，不只是有赞助商，有客家，有大甲妈，还有台湾志工们加油大大的字样。台湾精神走出去，这就是他要传达的。爱东行，强送第一位手好；爱东行，强送第一位手好。